再来看顶个月找查某红头树的红头村一台奥多拜摔在桥下，骑奥多拜的老师不幸死亡。外界质疑讲，风台过了，路顶阁还未修理好势，才会造成意外。乡公所是表示讲，目前开始阁有100多站的路顶阁会维修哦。县政府嘛已经动用千万万要来抢修咯，也毋过爱阁等材料，一个月应该会当拢修理好势。进前小坑风台扫过烂树，造成烂树的人家厝甲公共设施是损坏甲真严重。虽然电力已经完全恢复，毋过有超过100基路顶损害，即卖阁咧修理。11月初10暗时啊，有一个民众骑奥多拜，那像是迄搭无路顶，看袂清楚，无细字暴落水沟全死亡。这个骑奥多拜的人是当地一个老师。经我们研判，可能是天色昏暗，然后它导致没有注意到周遭的状况。在骑某些路段，可能突然瞬间的强风，很容易就不小心出事情。再加上又没有路灯的话，真的非常的危险。乡公所表示，风灾了后，乡公所要咧修理公共设施，就用最近才核定1亿6千万中间的经费，不过内底无包括路顶。乡公所甲县府争取到预备金1000多万来维修。部分部落的路顶已经修理好势，经费虽然是有够，不过材料要再去甲离岛，都要克服船运甲工人的问题，也有困难。现在路灯已经开始在施作了，因为目前因为是台风的一个这样子造成的一个灾损，所以现在是比较困难的。乡公所预估，灾后复原的进度已经有到6成，不过后续大型的工程较困难，按算要到明年4月，重大的工程才能完成。要若较有路复原的工课，可能要4年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